讲到去年的8月，有一个唱水教练，伊骹捡渔船的引擎皮拉加长，加载有接倒转来，即马已经会当去行路。医生提醒，万一若不行，爱紧甲长期的暴菌包冰水送到病院。那6点钟以内，拢抑阁会付。 甲长期所在接倒转来，伤口复原，表皮嘛中间完成。经过积极的复健，虽然脚底感觉也会麻麻，不过已经会当慢慢啊行，日常生活嘛无问题。41岁唱水教练吴先生，去年8月伫教学时阵，不幸捡渔船的普罗皮拉加长倒骹。迄个时阵，伊随甲长期所在拔起来，搁互送学员转去岸边，所来互人紧急送病院手术。第一时间把这个断肢接回去，然后而且没有什么感染的症状，这样子强迫自己去动啊、去走啊，然后像是关节或是脚趾要拼命的要让它动这样子，因为我毕竟希望之后能够回去继续潜水，然后不影响生活这样。 因为长期接倒转来牵涉到的层面真济，受理吴先生的家人中间病院第一时间调集各区别，尾啊长期嘛，互人送到病院，随进行手术，加长面复位，骨头固定，再搁由进行外科接手，进行包括静脉血管的移植才会中建。意思是讲，会当顺利甲长期接倒转来，上界重要就是甲时间走休息。大概都希望尽量在4.5到6个小时，因为去减少这个肢端缺血的这个情况，能尽量去减少这个因为长时间缺血而造成后续一些肌肉的损害，或者后续造成的一些后遗症。 医疗团队表示，长期接倒转来了后，只是开始，目前是会使行，不过也袂使走甲跳，会设计适合的复健计划，帮助功能恢复。也提醒，万一若是不幸拄到长期意外，第一时间就要甲环保饲好条止血，甲长期放入清气的塑胶袋保存，会当外口放冷水，不过无建议直接放冰角，以免冰角歹去。 若做会当及时就医，手术成功率就会大幅度增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